一个人，不知对倒去，徘徊是路边。千分困境过日子，除了想你。怎样来排解心内的虚味？心爱你敢知？你的名，热恋的迄条歌，阮思思念念你，温柔的形影，无色彩的生活，烧酒配孤单，流浪他乡，忍受时间的折磨。月亮啊，请听惜阮心声，痴情男儿永远也袂变卦，无缘分做阵行，小心行行。夜头梦话想你，你的名，热恋的迄条歌，阮思思念念你，温柔的形影，无色彩的生活，烧酒配孤单，流浪他乡，忍受时间的折磨。月亮啊，请听惜阮心声，痴情男儿永远也袂变卦，无缘分做阵行，小无心行行，夜头梦话想你。然后呢，听到了美人姐的歌声哦，我起先都觉得说，梦贤的歌声都会压过美人姐的声音一点点，但是呢，他们这组给我的感觉是，我觉得梦贤让我很感动，他每次来都会展现很贴心的一面。伊实在是足大心的惊美人姐跋倒啦，还是惊安怎？迄手牵条条、牵安安啊，好，不管讲伊唱歌安怎流利，唱歌对梦贤毋是问题，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讲，伊爱照顾着美人姐，这个细心哦，是别人你看袂到，讲伊心内这个囡仔有够大心的。然后在最后的一句不唱，让美人姐的 solo。这样子的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好，我就感觉讲，你甲看卖讲，安尼700集，咱斗阵的日子偌久，咱会当一世人活偌久，但是这种的缘分，哇，真的是这个磁场今天真的是太感人了，你们真的太棒了，美人姐很棒，她带领了我们一个领头羊，谢谢。然后制作人也很认真，所有的团队都很好。阿茂老师很棒，虽然今天他有点小紧张，真的，阿茂老师真的挺了所有的选手。我要讲一下，就是说今天跟我程度一样的美人，唱歌的感觉啊。我觉得这首歌哦，其实舞蹈怎么样不重要，啊，然后呢？梦贤怎么帮你怎么帮啊？其实只能帮到一个程度啊。最重要的就是在有你自己要 solo 那个部分，你勇敢去把它表现。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这件事情是我相信哦，每个选手都有点滴在心头，因为他们都曾经在这个舞台上这样的面对过啊，不管多紧张啊。啊，今天很完美，谢谢。这个梦贤学长就是他很厉害啊，又会唱又会跳，就是把美人姐的魅力一层一层的拉出来，这样子。哦，然后因为美人姐在我的印象中就是很静的，就是不大会动起来。今天是看她动最多的一天，然后很努力的把所有表演做完，然后。那个转音就是比我唱短灯戏还转，
哦，谢谢。就是有感受到你们那个热情的活力跟汗水的味道。哇啊！但是我真的必须讲，我瞧一下眼镜，刚刚美人姐的组合真的是跌破我的眼镜。因为 solo 才是让我真正听到什么叫做天籁。是哦。好，你是不是下个月有空也应该再回来比赛？我再带凤梨酥回来啊！好。